马家边结东东，北部路虎心心中，只怕开公路用在西河城来一个，西河城来一个。哎呀，南平有你与我同胞，本王非唔敌，国王出兵攻打宋朝啊！兄弟国王个性从通，武艺一般，平时朝臣在他面前胡乱赞叹，其是因为武艺高强啊！两回，他按耐不受自家选择，出兵攻打太上天国。我家新的一份，也讲不得是个列家发言财神。那么讲讲，对上了国王太君，我怎能放心啊？国王有性命危险，俺随后对官帮助了他。
中策马到战场，辅助我军一年上，多种风雨爱谁人？杀戮战场披军退。虽然万岁交代，希我不可出封疆，不过担心万岁安危，已经为见我军兵马，更加使我忧心忡忡啊！前方的冲锋战，两腿西下旗帜，对我太宋起阵。不妙了，万岁性命垂危，赶快随后报驾前往。臣臣来自何人？太宋朝封后高士看枪。难道你不怕浑身吹过吗？哼！我少年宋朝并无用将，怎我派你有神人之人出来与我应战？你唔惊死在沙场之手吗？我见你如此骄傲，你又是何人？讲出来，吓死你！唐来，是黑鬼王妃梁氏。真是好笑！你不要身坏了甲，难道不怕战死沙场，造成一死两命吗？我是认为，我是好鬼国作，竟敢看强来，可恶了！哼！我太宋朝五子，一个个武艺财神，为国轻重看而强，混球！